大家好，又係咪仔？踏入11月啦，可能有打風喎。位於西北太平洋咧，又有熱帶氣旋生成啊。咁個名咧就叫海鷗。咁未來一兩日咧就橫過菲律賓嘅，然之後咧就進入南海噶啦。咁最新嘅預測咧就會吹襲呢個越南嘅。咁橫過菲律賓之後個路徑會唔會出現變數呢？咁呢幾日咧會再同大家觀察下海鷗嘅最新情況嘅。咁海鷗咧預計咧會增強到去颱風級別嘅，甚至進入南海之後咧有機會增強到去強颱風級別嘅。咁香港咧就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啦，所以預計海鷗咧未必靠近香港嘅。咁選擇嘅路徑咧就吹襲呢個越南。咁按現時嘅最新預測嘅話咧，同香港保持一定嘅距離啊。海鷗對香港咧嘅影響咧似乎好似唔係太大喎。不過路徑咧係咪應該存在變數呢？隻風咧啱啱先生成嘅，咁仲有幾日時間，會同大家密切留意呢隻風嘅最新動向嘅。咁同大家望埋個雷雨區先。預計橫過菲律賓之後咧就有所減弱嘅，咁然之後進入南海之後咧就有所增強。目前嘅預測咧就話有機會發展去颱風級別啦，咁我覺得有機會咧去到強颱風級別嘅。咁而個路徑圖咧就話唔會喺香港800公里範圍掠過嘅，咁究竟會唔會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呢？會同大家密切留意下。熱帶氣旋海鷗咧同香港保持一定嘅距離啊。咁隨住橫過菲律賓之後咧，個路徑會唔會出現變數呢？會唔會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呢？因為始終香港咧都經常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咁大家仲記唔記得上一隻風神啊？咁香港400公里範圍咧就急轉彎吹走咗嘅。咁原先咧其實可以更加接近香港嘅。咁但係遇到較強嘅東北季候風咧，就選擇逃走噶啦。當海鷗橫過菲律賓進入南海嘅時候，香港會唔會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呢？如果會嘅話咧，相信呢個海鷗咧就會吹襲越南噶啦。咁如果到時香港嘅東北季候風比較弱，海鷗有冇機會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呢？再同大家探討呢個問題。首先講咗今日嘅天氣先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啊！天文台咧就喺朝頭早6點鐘咧就發出黃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嘅，天氣咧就較為乾燥喎。咁唔使問啦，又係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啊！望下天文台有咩講先。華東嘅氣壓正在上升啊！預料影響廣東沿岸嘅偏東氣流會喺今日逐漸增強嘅，同時覆蓋沿岸地區嘅雲帶咧稍為轉薄喎。早上10點啊，熱帶氣旋海鷗集結喺馬尼拉之東南偏東約1490公里嘅，預料向西移動，時速22公里，移向菲律賓以東海域，並逐漸增強啊！今日海鷗嘅移動路徑咧，同琴日咧有少少唔同嘅。咁我相信橫過菲律賓之後咧嘅移動路徑咧都有所不同。咁就同大家望下，究竟有冇可能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啦？值得一提啊，即使咧海鷗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咧，天文台都未必掛1號戒備信號噶喎。以上次風神嘅經驗啦吓，天文台咧都係冇掛1號戒備信號嘅，所以如果海鷗即使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咧，同香港保持一定嘅距離嘅話，天文台咧未必掛1號波嘅。咁會再同大家留意下海鷗嘅最新情況啊！咁同大家望下個路徑圖先。11月3號啊就會增強成為颱風啊，中心最高風速每小時咧就120公里嘅颱風嘅下限啊。頭先咧望過衛星圖啦，見到海鷗咧發展得幾靚喎，咁所以我覺得佢有條件咧係今晚咧就會增強成為強烈大風暴嘅。咁陣間會再同大家望埋個衛星圖嘅。去到11月4號啦，以颱風級別咧吹襲菲律賓嘅，中心最高風速每小時咧就140公里。11月5號啊，橫過菲律賓之後咧都 keep 住個強度喎，颱風級別啦，中心最高風速每小時
時咧就140公里嘅，橫過菲律賓之後都 keep 住個強度。嗱，呢個預測有啲奇怪，咁如果真係嘅話咧，呢隻海鷗咧都有啲料到啊，係嘛？咁如果橫過菲律賓都係 keep 住咁嘅強度嘅話咧，進入南海嘅話咧，係有條件咧增強到去強颱風級別嘅。11月6號啊，颱風級別啊，中心最高風速每小時咧就145公里嘅，有所增強喎。咁有冇機會升呢到去強颱風級別呢？我覺得有機會嘅。去到11月7號啊，以颱風級別咧吹襲呢個越南嘅，中心最高風速每小時咧就140公里。海鷗嘅最新預測咧就吹襲越南嘅，咁個路徑有冇存在變數呢？另外啊，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中南部帶來唔穩定嘅天氣啊。嗱，都已經踏入11月啦，南海都好忙喎，係嘛？都 keep 住有熱帶氣旋生成嘅。咁講翻今日嘅天氣先，咁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嘅，日間咧天氣比較乾燥啊，晚上咧一兩陣驟雨，吹東至東北風啊，離岸間中咧吹強風啊，3號風球嘅級別啊。展望啦，未來一兩日咧風勢頗大嘅，雲量就較多。星期三咧朝頭早天氣較涼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。嗱，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咧，天氣咧就比較凍嘅，大家出街嘅時候咧帶多件外套咯。望下天文台仲有咩講先？影響廣東沿岸嘅偏東氣流咧，喺今日逐漸增強嘅。未來一兩日咧，該區嘅風勢咧就頗大嘅，雲量就較多啦。嗱，預料啊，高空反氣旋咧會喺本週中咧覆蓋華南啊，咁該區嘅天色咧稍為好轉嘅。高空反氣旋殺到啦，喺本週中咧就覆蓋華南嘅，咁就睇下高空反氣旋弱定強咯。按現時嘅海鷗最新預測咧，就吹襲越南，冇靠近香港嘅話咧，多數都係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噶啦。咁預計高空反氣旋咧都會比較強嘅。熱帶氣旋海鷗咧會逐步增強啊，有較大機會咧喺本週中咧橫過菲律賓之後就進入南海中南部嘅。嗱，預料咧就會吹襲呢個越南嘅。咁海鷗嘅移動路徑會唔會出現變數呢？咁就要留意下橫過菲律賓之後咧有冇出現變數啦。咁一個低壓區咧會喺今日影響南海中南部啊。嗱，同大家望埋9天天氣預測啦，呢幾日嘅天氣咧都非常之好嘅，氣溫又唔算熱喎，20幾度，幾舒服嘅。嗱，同大家望下今日嘅衛星圖啦，咁衛星圖顯示咧，位於西北太平洋位置咧有一大堆雲團啊，呢個就係熱帶氣旋海鷗啊，咁見佢發展咧都發展得幾靚喎。嗱，而且個結構咧好似大隻咗啲喎，係嘛？按現時嘅最新預測嘅話咧，有條件喺今晚咧增強成為強熱帶風暴嘅。嗱，即使香港咧今次打唔成風啦，但係海鷗有冇機會闖入香港800公里範圍內呢？會密切同大家留意下海鷗嘅動向嘅。好啦，今集係咁多，未訂我頻道網友記得免費訂我頻道，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